由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同漁農自然護理署合辦嘅校園異地保育土沉香 STEAM 計劃，正向異地保育不斷前進。而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作為計劃嘅先鋒校園，不斷積極參與教育同 STEAM 計劃，亦喺校園培育珍稀物種土沉香。喺保育嘅同時，又會加強同學以至社會大眾對土沉香保育嘅重視。其實土沉香係我哋香港嘅原生同埋易危嘅物種。其實同學喺成個過程之中有份參與一個咁有意義嘅工作，維繫返個生物多樣性，係一件好值得支持嘅事嚟嘅。我哋都好感謝 Dr. Lau 啦，其實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嗰度咧，都對同學有好多專業嘅培訓㗎，譬如一啲培苗嘅技巧啦，一啲植物嘅繪畫啦，同埋360度攝影。咁透過呢啲咁專業嘅一啲工作坊啦，其實我哋同學都學到好多嘢嘅。咁其實喺成個過程裡面，對同學嘅生涯探究亦都有呢個幫助嘅，因為可能同學會認識多一啲關於保育啊、可持續發展方面嘅工作嘅。同埋事實上咧，我哋嘅同學都真係覺得成個保育嘅工作同佢哋嘅課程係聯繫上嘅。我哋高中嘅生物科有啲章節啦，譬如植物繁殖生態系統都好有關係嘅。如果同學覺得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將課堂學習同埋實地嘅保育工作係聯繫到上嚟嘅。時至今日，陳南昌紀念中學嘅土沉香已經果實累累，土沉香培苗成功，耶！但計劃絕非止步於此，學校已經成功培育出新一代嘅土沉香樹苗，更同漁護處一齊將樹苗重新栽種喺香港山林入面，繼續擴大香港土沉香族群，生生不息。土沉香回歸大自然成功，耶！東涌天主教學校、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聖公會偉倫小學同加諾撒聖家書院都加入咗保育土沉香計劃。同學仔同老師，佢哋都發揮佢哋嘅一分力，為保育土沉香作出貢獻。校園異地保育土沉香 STEAM 計劃唔單止保育珍稀植物土沉香，更加可以培育下一代對環境保護嘅熱誠，為可持續發展創出新篇章。土沉香回歸大自然成功，祝願未來有更多校園加入保育行列，為大自然出一分力。